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是各位欢迎收看5月24号中嘉台湾电影新闻。台湾市的空气品质的评比虽然得到伫协市特优的成绩，不过议员柯立立却指出，台湾的空气品质也是时常会出现自爆的现象，要求环保局对着空气污染改善，袂当只停留伫应付评比、计算污染源比例阶段，对着突然间污染超崩，应该了解原因，提出改善计划。伫台南市环保局的网站，每一天拢会当查询到空气品质的状况。虽然各中小为去年开始实施校园查空气污染的机仔来警示，但议员柯立立质疑校方并无随时掌握到空气品质的变化来换机仔，也无确实提醒学生应该挂喙压来防范。在假日有很多孩子他可能会回到校园去运动，但是假日就没有人换旗子哦。夏日就没有人换旗子哦，然后我打电话到学校去询问啊，结果学校一问三不知，说插旗的人没有上班，所以你们都是只有在学的时候，然后行礼如仪，因为环保局就规定各科局是遇到 PM2.5， 万一发生紫爆，万一红色上了警戒线的时候，你们该做什么，但是做了以后有没有彻底去执行？假设当天12点过后，它是出现在黄色警戒线，或者是要在黄色到红色的警戒线的，你应该叫孩子下课回家的时候都要戴口罩。可是我们没有这样子在执行。议员柯立立指出，因为工地涂刷所产生的扬尘，也是影响空气品质的原因之一。亲像最近中国城进行跳毒作业，都要针对刷石车甲堆放的废弃物，加装防护的网啊，涂刷容易世界杯，要求市府对民间业者进行规范。你们在规范一些民间的营建业者或者是建设公司，只要他工地有污染，咱就随去开单，结果咱家己市政府带头咧拆厝的，没有洒水，还有他们把一些废弃物要载走的那个车子也没有加护网。你可以再去看到它堆置在运河边那一些的土堆里面，也都没有加防护网。那这不是我们公部门带头做错误的示范吗？那我们有什么理由？环保局一天到晚去给工地去甲工地弄去工地迄个开罚单，没有洒水就罚单，没有盖防护网就罚单就罚钱，但是我们却没有做到。这个是 PM2.5 里面啊，整个我们的亮丽晴空计划里面的一环呢。就是减少这个所谓的工地，然后要落实空气品质恶化的应变机制，这一些都是这个我讲因为我们的出运速度是很快啦，那当然第二个就是说，因为它出运速度快，或许它过程来不及洒水。不过我想议员建议的这个部分，我们会来加强。议员表示，台南空气品质常常达到自爆，但环保局伫空气品质的评比却得到特优奖。至于环保局对着空气污染防治计划，到底敢有做过跨局处会议，以及真正落实？对此，市长表示，环保局伫空气品质的评比会当得到特优，等于是肯定市府对该项政策的推动。伫未来也会针对会刷动也是固定的污染源，继续加强防范。台湾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两当前，台南所成立的城市棒球队，除了代表咱参加比赛，也有观光行销加指导基层棒球队的任务。不过因为近年来成绩并无理想，加上每一档需要2000多万的预算支撑，所以议员李忠诚建议市府和球队2档的时间，如果无法度进入前8强，就要考虑转型。
台南城市棒球队每一档有2000多万的经费支持，但近年来成绩并无理想。议员李忠诚建议，予城市棒球队2档的时间，如果一直无进入前8强，就应该转型，把优秀的选手留下，安排到基层球队做教练，同时将这笔预算编列到基层棒球校队，也是回归到精英培训的部分，全方面拢兼顾会到。我们一定要锁定一个目标嘛，不可以每档开2000几万的费用，结果拢无摕到好的成绩啊！这样子我讲，迄是钱咧烧呢，一直咧烧拢看无的呢。那我们让他们转型为基层教练，然后不仅可以去让这些基层选手有好的教练机哇，你多余的这些费用，你也可以纳入在基层棒球，或是说你转到别的项目也是 OK 啊。这是一个创造3赢的办法嘛？是李议员，因他们现在大概有3个功能啦，一个就是代表台南市出赛，当然目标就是争取最好的成绩啦。第二个就是平时协助台南市行销台南。同时，议员李忠诚指出，在体育经费补助方面，台南市定7项优势项目，每一档补助1000万，而且在精英培训经费的部分，每2档只补助1200万。因为这个补助在6都内底是上少的，这意会因此无法度将台南本地优秀的体育人才留落来。咱家鼓励，咱家拜托，咱家恳求，请伊留伫台南市。但是我看到遮尔啊好的资源的时阵。我们不会心动吗？当然，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应该也要有合理的其实我真的不鼓励台南市政府在经费上去跟其他县市做比较。当然不要比较，但是至少我们不能跟别人有那么大的落差嘛。你讲你莫讲啊，我你提金牌，给你偌济钱，但是在平常的一些训练经费的部分，是不是讲咱伫普通时啊，咱就予伊？那莫等下讲你摕到金牌，还是讲你摕到好的成绩的时阵？你较来顾及这些小朋友，安尼就唔对啊。议员建议，予2项补助会当合并使用，加分配一寡，并且予其他的项目也会当领到补助，甚至予各中高中有潜力的好选手纳入奖励，推动台南市体育全面性的发展。台南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议员张王雅芬伫2档前的议长选举过后，被民进党列为走票名单之一。后来得到高等法院裁定无起诉，上尉伫总质询再次强调，司法虽然已经害清白，不过伫这段时间接受严厉指控，失去支持者的信任，认为民进党也欠伊一个公道。议员张王雅芬伫2档前的议长选举过后，被民进党列为走票名单，接受开除党籍处分，接到市政总质询的机会，伊强调有依照民进党量票的规定，即使无伫事先签署3张同意书，都被指控走票，予伊相当不服。虽然司法已经向雅芬清白，但是民进党依然欠雅芬一个公道。市长，你敢知影我为什么？你讲，咱民进党欠我一个公道。22月25，民进党议长选书检讨会之后，市党部就真紧拿要开除的名单送互媒体，讲这5个人是没有亮票，是跑票的，造成外界一片的哗然。你接受民事的专访嘛？讲。5位议员是走票，所以爱开除这5个人。但是你敢知？这是真严重，而且指控，嘛是真严重，而且伤害。对此，市长赖清德作出回应，强调张王雅芬是违反着民进党必须签署3张同意书加量票的规定，因此民进党并无需要行义公道，颠倒是伊对不起支持伊的民众。那郑王雅云他之所以被开除党籍，不仅仅是因为他没有签署3项承诺书，同时他也没有公开亮票，违反党团的决定，也违反民进党中常会的决定，所以他被开除党籍，这个本来就是应该的，没有什么民进党对不起他的问题，那反而是他对不起支持他的选民。另外，高检署也好，或地检署也好，对跑票的五名议员的不起诉书，没有办法证明他们投票给民进党的候选人，有没有支持民进党候选人，
是要根据民进党党团跟中常会的决议，也就是要签署3项协议书，同时要公开亮票，这个才算数。我想我们不容当事人做出一些混淆视听的说法。市长赖清德强调，政府依照选举采取记名投票的法案，目前搁伫立法院审理当中，等待27号通过，该条例就会正式实施。台湾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台市成功路因为伫网络被票选成全台南上烂的路，4轨拢保证管家无病状况，嘛被考试。成功路应该改名做失败路。对此，议员董品娥嘛认为相当闹气，要求教育局8月开始以路病专案的标准动工，10月要将失败路变回成功路。但是历年来上届骄傲的金路奖甲路病专案，想要到最近伫网络 PTT 被讨论，除了考试路病无一档，骑车阁变成海坡路，嘛统计出烂得上成功的，就是火车头进前的成功路。对此嘛，副议员董品娥挡袂牢出面认为，这条路应该是属于员工的门面，真正做闹气，应该改做失败路。伊表示，就因为市府无通下污水、台电、电线等开恶工程，要求教育局尽速改善。成功路刚好就是在我们台南火车站嘛。那如果说桃园机场是我们国家的门面，那台南火车站就是我们台南市的门面，而且出来不管是说外县市的民众，或者是说来台南观光的外国的观光客，一走出来说怎么台湾的京都的路是这么的烂所以我希望说我们公务局赶快编预算，把我们现在推行路平专案嘛，那最重要的路段你要优先处理呀，对不对？让民众来台南观光的，或者是说外国人来台南观光的，不但感受到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历史、我们的古迹、我们文化气息，还能够看到我们台南是一个幸福的、美丽的城市。议员第一时间突然打电话，予人正伫美国出差副市长吴宗营，嘛要求教育局陪同到场会勘。对此，科长突然澄清该路段现况，嘛表示今年8月会启动路病专案。我们公务局也有在积极赶办那大概预计在今年的大概8月份的话，就会进场施工，就会把它整条道路就会做好，然后大概就从火车站圆环一直到西门路这一段就整个路品都已经可以施作完成。然后在下面再接下来那一段，从西门路一直到文贤路的这个成功路这一部分的话我们也有在排路，大概也有在研议要排路到那个明年度106年度路品来施作。当然，市府表示，一旦成功路施工会单向封闭，有将近1个月交通无方便，嘛且市民谅解，多多配合。但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先休一个，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汽车我不只有车，我还有司机。认真负责人，酒后不开车。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并且今日1月5日节，台市国际联船锦标赛第下晡进行盛大开幕仪式。今日除了精彩联船比赛，市府也伫周边安排了香包 DIY 等侪免费体验，让民众伫休闲娱乐当中，买当学到相关5日节的常识。
泡泡依照七彩美丽色调，丰富了现场的气氛，也让小朋友看了入迷。迎接一年一度端午佳节，台南市国际龙船锦标赛热烈展开。下午开幕仪式，伫个市长做裁判，小朋友的趣味竞赛之下，各开序幕。市长也邀请全国各地朋友做伙来参与这场盛会。那今年呢，台南国际龙舟比赛有延续以往传统的做法，也就是说在运河举办，在夜间举行。同时呢，我们的龙舟也有这个 LED 灯可以说在晚上光彩夺目，是一个赏心悦目的活动，也非常适合大家来观赏。以外呢，今年还特别有娃娃庆端午的活动另外还有端午嘉年华的活动。另外呢，也有在舞台上有非常精彩的艺文艺术的表演活动，可以说是精彩可期。那么在这么诸多的活动里面呢，我非常欣赏，也非常肯定。那么其中有一个特别有教大家如何制造黄文艺还有这个杀虫的这个香包驱蚊的香包，刚好可以跟端午佳节的性质结合，同时也符合目前我们防治登革热的目标。这届台南市国际龙船锦标赛，市府也用心规划了侪周边的活动，有关端午知识的端午大学堂，也有 DIY 家己制作防蚊液以及创意龙船设计加帆包的制作。欢迎大家6月5號到9號到安平運河看白龍船慶祝端午節。台南新聞網之後採訪報道。今年总统教育奖大专组全国就8人获奖，其中台南地区就远东科技大学学生林秉成得到这个公营，上午校方嘛特别公开表扬，希望更加侪学生还是努力克服困境的精神。远东科技大学化妆品应用管理系2年学生林秉成，相当专心要将手中的作品修甲完美。伊出身贫困。爸爸伫咧伊细汉的时阵就车祸，无法度做工课，厝内面的开销拢靠着妈妈拼命咧赚钱，伊也曾经毋捌代志过，所以伊即马更加珍惜每一个机会，希望借由拍拼为家己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首先，我要很感谢远东科技大学，可以给我这个机会，让我有这个机会可以去参加总统教育奖的选拔。然后在这段时间，我们学校的学务长，然后辅导室的老师们也都非常的帮忙我参加这一次总统教育奖的选拔。我觉得得到这个奖，并不是我一个新的起点。然后我希望能够利用我的这一些生命历程，还有我的奋斗故事，然后去影响一些跟我一样是新住民的孩子，然后或者是弱势族群。然后影响他们，进而让他们有一个谋生的能力，然后再去找到自己生命的价值。除了伊自身的拍拼，无论是校内专业技术的学习，或者是校外比赛资源的补助，只要是对学生好的，校方拢尽全力去帮助。我们学校很高兴有林秉成同学来我们学校就读，在他就读期间，他就非常努力。那他到目前为止，他的学业成绩都是班上第1名，操行成绩也是班上第1名。那他平常学习，下课以后，他们就常常跟同学还有老师来这边学习有关美发美容的一些技艺所以他们参加很多国家的国际比赛，包含台湾国内的比赛，都是常胜军。那除此以外，他们也常常到附近的一些像那个华山老人基金会去那边帮他们义剪就是把他们的记忆来把这个爱心传送给这些年纪比较大的这些银发族。那同时他在学校也带领一些学弟妹做一些记忆方面的一个成长。那我们学校在配合他的学习过程当中，包含他出国比赛，就是由学校全额来支付他的材料费还有他的一些出国旅费跟那个生活费。林秉成同学伫咧伊的兴趣美发技术上不断精进，同时也透过一届又一届的比赛，增强家己的实力。
伊也期待家己以后会当成为一位专业的美发讲师，将伊的技术传承给台湾后一代的少年人。台南新闻网早采访报道。目前台南市福建青年立政会伫政府培力计划支持，推出上届适合这群身心障碍朋友的配价食品来辅导开发，希望互因应有适当位行销，接受人客预定等多元服务的专长，重新回到就业市场。立社会将以熟练的手法来提供落订单的人客制作钱包啊，加上难得是价顶面各式各样会当互人客量身定做的成品，其实拢是一群新障者所创作完成的。虽然制作过程一定会面临困难，不过对销售甲市场反应来看，已经拼出一番成绩。一开始的话，让他们在于创作的话，他们一开始可能遇到有一些挫折感。但有些是会，但是难免都会啊。但后来的话，他们自己会慢慢克服他们自己的问题，对啊。因为他们虽然是行动不方便，但是他们双手是 OK 的，甚至还比一般人的双手还要灵巧。但是福建青年立政会就希望伫政府3档一摆培力计划支持，透过配给食品的开发设计，协助目前20几位新障者嘛应有一技之长，重新回到职场。对他们的话，我是觉得说可以让他们有自己的一技之长，然后可以对外去推广说他们自己的手工艺，然后也一方面的话，让他们走出自己一片的自己一片天空这样子。对，销售状况的话，我们是依照说他们每一个人的长那个他们的长处啊，有的是适合他们比较做雕刻。那可能雕刻方面对客制化的话，他们会比较强，所以对他们来讲是成长的一面。当然，目前有一群顽皮歌手对来进驻台南文创产业园区，要来服务所有人客，嘛期望有一天会当有属于家己的观光工厂。但新闻顾问及郭博义采访报道。根据统计，伫台湾20岁以上的成年人，每1000人都有95个人沾有泌尿道的结石，比例算是相当高。医生嘛表示，等于有一寡结石并无明显的镜头，一旦疏忽，结石就长期塌掉的，造成药剂严重甲需要洗肾。所以上重要嘛是基本的预防方式，就是多啉水、多食蔬菜水果。医生依照统计表示，其实尿路结石镜头愈严重，并不一定结石愈大粒，甚至无啥镜头。相对的结石愈小，家庭的情形变得较激烈。嘛因为安尼，有一寡病人一无注意，就疏忽掉结石长期塌掉的无都排出去，严重到需要洗肾。因为结石的症状主要是与我们跟所谓的阻塞的程度有相关。那有些病人常常就是因为石头反而它很大颗，可是因为它没有症状。他可能自己忽略到一些症状，因为如果石头塞得很紧，我们有遇到过临床上有遇到一些病人，他的结石很小颗，可是因为他塞得很紧，这时候很紧的时候呢，他的这个所谓的肾脏水肿的状况，急性阻塞的状况会比较严重，所以他临床上症状会比较严重。那也有一些病人为什么他会长得这么大啊？你会想说为什么会长得这么大？就是因为说他都没有症状。那当这些病人我们如果忽略到他这些成因的话，那因为长期放任下来，肾脏积水积久了之后呢，肾脏可能就会萎缩。那甚至严重者，如果两边都有结石，都造成阻塞的时候，后续可能就需要洗肾。那我们上个礼拜有一个个案，就是因为他两边肾脏都有结石，那就是因为结石的关系，后续就发生洗肾。然后上个礼拜我们就开刀，把他两边肾脏拿掉。那为什么拿掉？因为他这个肾脏已经造成他一个发炎的状况。那如果这个发炎没有去积极的去处理，后续可能会造成所谓的败血症。那败血症甚至后续可能会死亡，这是比较严重的个案。医生进一步表示，特别伫热天上惊就是高流汗、少啉水、佮介意食肉的男性，大概3个内泌尿科患者拢是尿路结石，所以提醒上要紧就是要多啉水、多食蔬果。第一次发作的病人已经治疗完之后，后续我们在门诊的时候都会建议病人，就是鼓励他们多喝白开水。大概一天要喝多少呢？大概如果是正常人的话，一天喝2000到3000 CC 左右的白开水，使你的尿量一天大概差不多有所谓的尿量一天有2000 CC 然后另外要保持所谓的均衡饮食。
然后国人台湾目前最常见的一个结石是所谓的一个草酸钙结石，跟一个尿酸结石是比较常见的。那所以一些高草酸的一些食物可能要少吃，像是大豆啊、可可啊，然后另外如果是尿酸比较高的病人的话，他一些动物蛋白可能要去少摄取，可能还是要多吃蔬果类。当然，预防等于治疗，不过一旦出现腰痛、合并血流等情形，一定要就医检查。电新闻管及郭博义采访报道。现在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现在是最风天气，温度27度到32度，落雨记录2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收看5月24号的中嘉台湾电影新闻，咱再会。Mississippi. If we show up, we gon' show up. Smoother than a fresh drop skipping. I'm too hot, all the police and the firemen. I'm too hot, make a dragon wanna retire.